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过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火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文昌你来去找我的姑娘啊？哪有？好容易，做不来麻婆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酥、心汤、鸡肉饭、卤肉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烧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溪，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溪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肉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课节目，我是江苏。咱台湾有一句古早话讲：姻缘天注定。天公伯啊，祝好的姻缘真好改变。总是有一半下较有理想的青年男女，毋愿接受世俗的安排，坚持照家己的理想去找找个人的幸福。虽然遇到各种无同的故事甲结局。今仔日爬远的故事，咱要来讲一个参政姑娘的恋爱故事。这个参政姑娘的眼界甲一般人无相同，伊勇敢追求家己的幸福。毋过结局嘛是逃袂过命运的安排。邀请空中好朋友斗阵来收听单面人的参政恋爱故事钟甲花。趁歇春假，甲学生丁美去伊故乡家庭仔佚佗。遐人讲话有两个特色，头前是甲关庙腔同款的，然后词的声母，伊拢讲做诗，七读做实，车讲是声。另外一个特色是惯势伫话尾加一个搭，亲像讲来坐搭，你要去倒位搭？我感觉真心实。毋过这篇毋是要讲这，是我伫遐迄天，丁美为要上台表演，请一个世界咧甲人修指甲的查某来因兜。我雄雄所想着阮故乡的迄类钟甲花。庄脚人有一句话讲：清气就水。讲来，这嘛是庄脚做事人的艰苦。伫青春好年纪的少年时代，袂爱水的无济，总是袂当穿甲水当当去拍伫残忍的绿菇糜仔内，甲杂草、落水、蠓虫请拼。水互白灵死看，还阁讲会得过；水互张弛通脱看，有啥意思？一身躯水水去到残忍远忍，会当水偌久，都爱拄着免落残去庙林烧金看戏，也是有代志去假忍，才会想要穿一丝较水的。伫即款时代甲社会，美容师即类的，伫庄脚草地所在，应该学通有食。若讲安尼，较早阿蒋是要安怎过日？阿文嫂啊，阿蒋，你遐个咱后早？嘿啊，今仔日爱走过来位，无较早来惊做袂完。安尼哦，我哪会呐？拄约甲你食早起，你先歇一下，我来甲叫。无要紧，看看来，免甲赶。阿蒋毋是阮庄的人，伊的身世我嘛无真知。知影讲，便下庄人有人要嫁查某囝，
也是互人向亲情块定倒会来。伊是专门咧甲人修指甲兼挽面的。阿江姐啊，阿燕，你今仔日气色真好，等下面挽了，指甲才好，定着搁较迷人。有影，安尼一切都交代予阿江姐啊咯。大丈夫。迄当阵还无美容师这款词，敢若叫伊修指甲，也是挽面的。挽面较少，真济老一辈查某人家己就会晓挽面，其实佫简单，一条线尔。修指甲就爱较专业，夹指甲、修甲边溜穿的皮啊，甲磨圆，佫擦指甲油，为手到骹拢着。鸡丝头啊，哩哩曲曲，规套焦全。这时的查某囡仔咸菜拢家己有穿一套。迄个散食的年代，罕得有人遐车花。阿蒋因兜大概毋是做事人，只会去学这手功夫。伊咧甲人挽面，听讲袂啥疼，修指甲嘛真斟酌。通讲是侪人学了，无听过人嫌。迄时较保守，指甲油敢若才一色红的，无亲像即阵花白二鸟，啥物色水都有。阮做囡仔时，定定办公伙仔耍装新娘，要红指甲油，就用做红菇果的红番仔米做指甲油。有当时啊，红番仔米摕无着，嘛会去扣一种草仔花的芯，插伫指甲顶，油源真红真艳。这种花，阮就讲是指甲花。阮兜厝体4-5年长，种一位丁拿，丁拿花嘛红记记，花心有粒仔黄，插伫指甲顶嘛红佮水。有时啊，阮嘛会甲丁拿花叫做指甲花。我送做新娘，我阿帅，阿帅来，我甲你插指甲花。好。我5岁也6岁时，有一个下晡时头啊，伫沟仔边刺伫甲骹，甲一群囡仔咧佚佗。我甲一个扮做新娘的客人查某囡仔插指甲花，拄好看到阿蒋对遮过，伊无张无弛，煞惊换来。恁咧插指甲花哦？啊，你的衫倒着啊！阿玲，你的衫变红色啊！伊看我即丁拿花心。甲衫倒红去，拍开底鸡丝的烟片盒仔，摕出一罐真正的指甲油。你手伸出来，要创啥？你的手真幼秀，若插指甲油落去，定着比查某囡仔手较水。我无爱。我惊人笑，毋互伊插。你的手真正是艺术家的手，后摆大汉。会有真侪查某囡仔爱看你的手。我毋爱做艺术家。哦，要无你想要做啥？我要搬布袋戏。当时我实在毋知艺术家是啥物物件。我的志愿是要做搬布袋戏的头手师傅。自囡仔时，我就真爱讲古，互囡仔伴听。若做布袋戏，会使讲互较侪人听。伊骑一台26寸的查某爬车，照即时的讲法，应该是淑女车。你看阿蒋穿下裙大体马，姿势有影真好看。听讲咱庄内杀着伊的少年家啊，活了几啊个呢？这也无怪，人讲水歹学比己，这是莫讲。伫庄脚亲像阿蒋，逐工穿水水，搁免落田做事，拍到乌搁皮肤粗，就无地处啊。有影就对。总是附近几个庄头，
无一个少年家，互伊看会上目的。毋是讲伊外磕头，看庄稼人无目地，伊实在是惊嫁互做田人。阮厝后有一个少年家，名叫做勇啊。伊的名好了有下，人是生做落骹有斑，生长阁将才，伫少年辈内底，人品是一粒一的。伊若这宝菜啊，要过去罗德顿的时，有请阿蒋来收井价。了后，勇啊，就去撒着顶八卦，让黄南婆啊去讲骨了抓。阿蒋先讲就毋肯，伊拜托黄南婆啊，寄话甲勇啊回息咧。我毋是嫌勇啊有啥歹处，我确实无想要带庄脚做田。阿蒋，你人实在真好，你放心，我会甲阿勇讲清楚，袂互你困扰。迄个黄南婆啊，真学了阿蒋，讲伊做人有影赞。当然，这是有原因的。若有谁的后生查某囝想要找对象嫁娶，阿蒋几个钟头窜来窜去，消息上真公，伊拢会报互这个黄人知。有人问阿蒋：啊，你哪会无爱兼做黄人？红包趁的比甲人收井甲定着较有影呢？我家己都还袂嫁，甲人做黄人，安尼毋好啦。佮再讲，一人一道，较袂去弄破别人的饭碗。就是安尼，黄南婆啊，才会讲话拢为伊。阮厝边阿月仔姐馅大饼迄天，知影阿蒋会来收井价，我专工伫门口埕尾等要看伊。等伊为阿月仔的房间出来，看到我，喙笑目笑，叫我一声：艺术家，你入学啊未？要袂，我会等明年9月，毋过我会晓写家己的名。遮个哦。伊阁甲迄个烟片盒仔摕出来，我想讲，阁是要甲我收井价、擦井价，就要选。我无爱擦井架啦，毋是要甲你擦井架。伊选位盒仔内摕一项米出来，你看，大饼。这是阿月仔的饼，要食无？我爱食饼，毋过迄阵的大饼拢是肉饼较济，肥肉包伫饼内底，食济味。我较爱食豆沙甌的。豆沙甌，后个月人要来阮兜缀订，我会吩咐爱有几斤仔豆沙，莫拢干那肉饼。对啦，你敢会爱食冬瓜糖？啥？阿蒋要嫁人啊？我虽无也是细汉囡仔，心肝头煞有我讲袂出来的刺插。比我较郁卒的是勇啊，伊即摆无死心嘛袂使入。讲是安尼，伊要是毋认输，去阿蒋因庄人探看是谁遐好运，通娶着即个遮水的姑娘啊！迄个查某囡仔因兜嘛是做田人，毋过囡仔是读高农出业的，伫农会咧食头路，人真斯文款，甲阿蒋算有四配。勇啊，到遮来啊，火烧高粱，无到一丝仔希望，无几工尔，落落的旱草，做一个翘骨落去。伫要做新农的这个农会职员，为庆祝娶到一个温顺的水某，专工去学一台奥多摆，代替上下班骑的铁马。有时啊，专工射对阮庄人来。迄是我头摆看到Vespa这款新式型的奥多摆，阿蒋坐伫后斗，长头鬃互风吹叮当，真怕。艺术家，要坐无？阿姐要载咱去佚佗。我无爱。无爱哦，安尼我要家己来啊哦。
拜拜。我真想要坐看卖咧，毋过心肝内对迄个好运的人有寡爱欲，颠倒咧当中用啊。阿蒋自做人了后，就将迄个烟片阿妈收起来，讲伊无要搁甲人收真价，伊上恶买一摊是收家己的真价，但过了，迄套鸡丝头啊，要留互家己做自家用的。伊做即道的。原本就逐工甲家己的指甲收水水，搁擦红红。阮庄年的少年家啊，尻川后拢着称呼伊指甲花，喊得讲伊阿蒋的名。艺术家，即刻仔送你大饼啊，豆沙哦，足赞呢！阿蒋照约束，赶只豆沙饼来互我，搁叫我食饼。即盒拜托你替我摕互阿勇好无？你哪会无爱家己摕去互伊？我歹势家己赶去互伊，安尼袂输咧糟蹋人咧。我当伊的面掰一块饼食。无代无志，目屎煞淋落来。艺术家，你哪会咧哭？饼无合你的味香。毋是啦，要无你是好要带？乖，毋好哭，毋好哭。我嘛毋知你哭对一条理，敢是替勇啊心酸？要是替我家己咧悲伤的，我只一个还未读国民学校的囡仔尔。伫完聘了个月月时，迄个要做新竞赛，所骑奥多摆伫家人甲一台货物仔车收拢，还未算去到病院，就断气啊！听讲阿蒋家己踮厝内烤骨落工，查甫的要出山的时，伊穿迄束本地做新娘才要穿的水衫。早迄个戴鸡丝头的烟笔阿嬷去到市场，当众人面前收指甲、擦红指甲花，甲无缘的大官啊要求要用未亡人的身份送上山头，大家甲大官拢唔肯。事后有人风声讲，你敢知影为虾米？啊，着查甫的迄头牵拖阿蒋命上硬，去克着因后生，才会连后生死后都无要互入门。嘛有人讲，人上方面的是大人参上好的，死的就死啊，莫去连累这个要未入门好姑娘的将士。我较相信尾后这个理由。自迄时起，阿蒋就真正无咧甲人收指甲，出门嘛拢穿甲素素。连3年后，伊嫁予养爱时，手指头仔尾都无看到擦红红的指甲花。
今仔日的广播剧《真假花》是由陈明仁原作，大家师编剧，洪秀芬台语校正，上扬唱片提供配乐，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阿蒋郑义佳演出，阿仁苏姓武演出，阿雪李东文演出，囡仔陈安怡、朱国立、杨冰恩演出，阿婉嫂李香兰演出，吴南博刘千文演出。尊民王庆之、林品君演出，阿勇吴兆祥演出，未婚夫林君华演出，下娜林品君演出。暖暖站门口，咱来故事串满地。放花来尾声。今仔日要来甲民人先的开讲的读册盘是咱闹台语随书的台语声，陈民人台语文学读册会4位代表：阿娟、丹露、慧玲、威玲。说倒来，咱先来听因读这篇《真假花》的感想。大家平安，我是老台语随书台语社的作词人阿娟。这篇《真假花》读了，我想要讲2个感想。第一个部分就是60几年前，伫庄卡所在的女性，伊若无想要做田，伊个会当有啥物出路咧？这个故事的主角庄假花，伊毋但有家己的主张，而且伊阁想要做甲水甲艺术有关系的工课，这是真无简单的。我上喜意的，就是阿玲伊用这个真对比的手路来描写这款冲突性，穿甲水当当去拍伫田里，沿烂古白仔内，夹杂草、露水、甲网虫、车柄，水互别人死看，还阁讲会得过，水互张钱通摊看，有啥意思？这个画面真活跳，足趣味的。前几工拄好，阮阿母伊嘛是甲阿林先差不多年岁，而且是伫庄卡大汉的，自细汉就爱做田。伊就讲伊少年时代诶一寡水衫，做少女诶水衫，啊讲要互我穿。啊，我就拄好想着阿林先写，我就甲阮母啊讲，阿母啊，啊你着爱做田，啊你穿遐水是要互张钱看吼。啊，阮两个就笑啊，所以阿林写诶即个手路水就会当。互我伫生活当中来运用，真赞。第二个部分就是台湾人常常讲一句话：水人歹命。我是无咧信，毋过即个故事煞真正来安排阿蒋，伊想要有家己的命运，毋过伊要爱的生活煞无法度去过。阿玲伊写的个故事的安排，互我想要佮继续读落去，到底阿蒋刷落来会发生啥物代志咧？大家平安，我是威良。我即马住伫国啊，真欢喜会使来读陈明仁先生的册啊。我本身是护士，所以有真侪遮内底的故事，我看了嘛足感动。伊写的真有迄个人甲人之间的迄个温暖伫咧。真假花这篇我感觉真正真趣味啦，就是讲有写着。咱人之间的迄种真啊甲善，迄甲迄水啦，这是我整体的感想。
你看伊伫咧册内底有讲着，迄囡仔甲囡仔伫咧耍，用迄增加花诶迄色彩，伫咧互相安尼咧擦增加，迄种真嘛感觉讲，互咱听着敢若囡仔伫咧笑咧耍诶迄种感觉，即种情境是即马伫咧咱大人诶社会较无诶即种情景。先我会感觉讲，即篇故事诶即个铺排内底有讲着讲尾啊，即个增加花即个阿姐，尾啊因就是伊即个未婚夫就是过身嘛，突然来过身，伊有想要讲，是要用义亡人诶即个身份，要搁嫁伫因兜安尼。虽然因尾后甲拒绝用诶迄理由有些会讲是讲可能伊诶名额啊是安怎，但是整体来看，因未婚夫诶即个大家大官嘛是甲伊拒绝。不管拒绝诶原因是安怎，感觉讲伊嘛是有顾虑着讲，即个查某人伊诶未来甲青春，所以无甲接受安尼。即我感觉是一种善啊，即种善无一定是讲爱用嘴讲，但是伊用即种方式来甲拒绝，对伊来讲，虽然是较硬较无法度互伊一时来接受，但是我感觉讲，即种善嘛是对伊未来来设想诶一种人甲人甲之间诶善。即个水来讲，我感觉即个故事上强调就是即个水，即个查某人伫咧即个囡仔诶即个增加诶世界内底，伊安怎来展现讲有一个查某人穿遮水着擦水诶增加打扮遮尔水，互囡仔有一种水诶感受，嘛是讲起来应该讲是对即个囡仔早期上早诶即个水诶一个感受诶教育。大家平安，我是陈路我即马就是嘛是伫参与台语运动诶一个组织伫做台语诶主持人。即篇即个增加会，其实我感觉就是讲对我来讲有一个 shock， 就是有伫写台语文作品，就一般平常时有伫写作，算是我一个 shock， 因为我感觉哇，人生是一个查甫人，毋过伊会当用即种。那亲像对我来讲，就是现代讲，就是女性意识的这种观点去写阿酱这个角色，而且写甲足有。伊甲阿酱咧做家己事业，伊咧甲人交配的时阵，迄种讲话伊的敬字词的方式，会当写甲遮尔有，真正是足无简单。我咧读的时候，我感觉讲，那像是阿仁身躯内底有一个阿酱，阿酱透过阿仁的笔来写伊的心情，安尼，上互我印象深的一部分，就是讲落尾手阿酱伊就是完全就是若像世事破破，无要搁穿水水，无要搁擦指甲油，就是迄种世事破破的心态。我想到日本人有一种瓦比沙比，就是讲瓦比就是若像咱台语咧讲超花，沙比就是沙比死，就是啥物拢无，就安静，啥物拢无迄种状况。就是两种完全极端的物件结做伙，你去体会的时阵，你会倾向就是感觉讲你超越某一种精神的迄种感觉。我会感觉讲，这番经过这个过程了后，那像是变做一个超越这个世间的一蕊花。毋过伊的水是每一个人拢会当感受到你看到伊就是那像是进入伊的迄个空间内底。毋过伊嘛毋是迄种若像是离咱足远诶，伊就是若像是咱四颗位就像这篇文章内底，就是伊就是世界替人做遮代志，就是点点做伊家己就足水。大家你毋免讲人甲报，还是讲家己报，讲伊安怎，你毋免知影。毋过你看到伊，就会当感受到伊这个人诶水，伊诶点睛这真正是为一个查甫人诶笔。去写这个角色真正是足厉害，我足介意。大家好，我是住伫咧台北的慧玲，这摆真欢喜参加这个活动。这个故事的主角是阿酱，不过我感觉上趣味的角色其实是迄个讲故事的囡仔。伊才5-6岁，还未读国校，煞甲阿勇同款，去互阿酱杀着。咱定来讲老人囡仔性。毋过即个囡仔伊是囡仔大人款，即个故事内面有一集，我感觉甲即个囡仔大人款写甲真活，就是即个囡仔伊甲阿酱讲，伊还未去读册，
毋过已经会晓写伊家己诶名。啊，我读着即句就起爱笑。一个囡仔体甲大人共款，啊，看着水姑娘啊嘛爱等。毋过一个5、6岁诶囡仔有啥物好等诶？啊，伊就等已经会晓写字。啊，阿蒋伊对待即个囡仔方式嘛真特别。甲当做囡仔嘛，甲当做大人吼。阿蒋叫伊艺术家，啊嘛毋管讲5岁囡仔敢听有艺术家是啥物意思。啊，阿蒋甚至甲伊缀定诶饼，寄互即个囡仔去交互阿勇，啊嘛甲伊诶理由讲互即个囡仔知影。啊，一个还未读国校诶囡仔，敢听有大人诶心思，敢了解阿蒋伊惊歹势，啊惊去糟蹋人是啥款心情。所以，即个广告诶5岁囡仔，伊亲像手看捌代志，嘛无算捌代志。啊，我感觉啊，人生伊甲即点写甲真有路。好，感谢4位读册伴分享因对这篇故事的感想。上到来，咱请民人先生来回应。其实这个回应讲的吼，无毋对啦。因为我旁的故事吼，差不多有一半是用囡仔角色写，重点就是我这有案证以后要做好好的教材啦。我就是因为我今日讲咱以后若要讲母语教育是教育部的，跟你讲啊，你敢有迄个文本范文？哦，你读英文、读国语拢有范文，咱台语作品都有即款物件。啊，即款台语作品主要清气啦，袂使有成人话题，袂使有政治议题有无？所以我短也无爱大家就是要互以后若要教到做课本啦。啊，即马真正我有一翕相材有无？就是互叫高中课本啦。这样啦，梁淑慧编的啦，刘作文编的啦，所以高中初中拢会读到我这篇。好，感谢民人先生的回应。上到来是问问题的时间，咱请读册伴来请教民人先生的问题。啊，林先，我遮有2个问题想要请教，就是这篇故事内底写着真侪真有台湾味的句。我遮这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讲有讲到杏饼还是杏啥物，我有听过的，就是杏饼杏粽，毋知伫阿玲的经验内底佫有杏啥物的？杏是咱台湾真特殊的语词啦，你翻做外语嘛翻无啦。就是讲你送礼互对方啊，对方就爱行礼。迄个行的意思就是讲你送礼互人啊，对方吼接到的人爱行礼。就是讲台语有一句讲，他哋讲无相请，嫁查某囝叫你行大饼。他哋讲你若叫你去是食免惊的啦。啊，若嫁查某囝你接到这个大饼吼，你就爱共欠装啦，要送物件送钱安尼，迄做咧行啦。像话你囡仔有吼。多侪有无？啊，去即个杏红人，你敢若？迄红人有无？我红米红安尼，啊去出面到囡仔食安尼，红人囡仔就食咧，爱陪即个囡仔去交我画马休啦。就是讲杏，就是讲嘿啊，即款台语，咱青山厝台语词吼，来写作文学语是从水的啦。好，安尼讲。即马就无这个嘿，这样无啊啦。即马先查某囝会送给两个嘛算杏嘛吼。无，迄无算，因为爱回礼啦，爱有回礼啦。哦，有回礼才有算杏。就是你当做人爱回礼啦。啊哈。多谢阿玲。伫我的经验内底有一个叫做杏粽，就是我的阿嬷过身了后，过当年是无法度，阮袂使白粽，真正50年的白粽来互阮，嘿，这叫做杏粽，这是我的经验。有杏粽有。而且迄个粽的烧爱加掉对吧？袂当规干对吧？加开着，迄礼俗啦，拢礼俗啦。再来第2个问题。第2个问题就是，撒着顶八卦，是安怎毋是撒着下八卦？这阮读册会有讨论真多，请阿林先甲阮解说一下。伊即是咧，也无人讲撒下八卦，这毋是我发明的啊，这本来台湾是咁普通的啊。
咱们年无注意啊。大家都拢安尼讲就对。较早台语就拢安尼，台语片嘛，大家讲啊，台语电影有。顶八卦是啥物啊？是咱的什么部位？咱要做面镜个八卦当然就是空间，就是像我咧讲明的所在有无？单电的所在，单电的所在。较单电较我啦。我即摆想要问的是讲，你讲迄个腔口差即个部分，头我故事话头就咧讲家庭即个所在，伊讲用这试的即种发音拢用这试，来讲写音讲写安尼，还是讲即来后壁的句尾拢会加一个打，比如讲伊会讲来这打安尼。我是想讲，即个话头遮咧讲这腔口的即个无共款，甲即篇内底的故事完全无关系。是安怎你安尼写，有啥物意思伫内底无？因为我即篇写的所在是家庭啊。我头先有讲我学生真味有无？但是开头我有讲有无？真味是近代台湾社的社长，一个查某学生啦。我去家庭啊找伊啦，因为我是要看那掠乌鱼，家庭迄边拢掠乌鱼，知影无？我就去买看，去伊家找一个迄个代工就是村长啦，我带，我就看遐方式，我感觉真秀气。讲你个影响真侪，新鲜家来无？从遮来开始个，家庭啊，这家庭我有在地，就写出来啊。家庭遐关庙咧。可能大主知影，是高雄甲台南到介早的家庭啊啦、关庙啦、乌来啦，这附近啦拢有一个拢无诗啊。这款是毋是干那关庙啦？咱讲关庙区毋对啦，世代拢安尼啦。我想什么大迄嘛是共款，迄是干那关庙有名。我想讲这是离咱的腔口差。听过来毋是重要物件，我甲关写来分享啦，所以甲故事当然无关系。因为我嘛记录这个我学生活伫遐里面活顶斗大。其实我读这篇的时阵，我是规个人拢足享受迄个过程，其实无啥问题。不过我就是读了，我有产生一个好现啊，就是讲阿将这个角色，就是讲是这有这个人你有甲伊有熟悉，还是讲就是因为可能见过一摆面尔，所以迄个有一个距离，所以迄个想象会足水就是。咁真正阿将这个人，对，系啊。迄个阿将这个角色，我台湾是假啦。阮曾有一个阿将，阮曾隔壁曾有一个，阮曾年啊有一个阮阿母共是戏精啦。所以因甲母共是我就叫阿贵。这个人伊的姓叫阿将啦。以前我记咱时代伊过来我看伊个体格真好。庄脚人哈咧讲男女安尼，因两个拢要做事，拢两个相牵手相拖安尼，去做一个创单安尼。我讲这个阿将的形象，我就想要甲写出来，我就用这个名。我采访写阿将是不是？我理想中台湾人的女性有家己的决心决志，要塑一个台湾女性，塑造互知影讲台湾就这款女性，专家安排的啦。我头一个问题已经互人讲去啊！我本来是想要讲，因为伫旁的故事内面，大部分角色拢相牵连。人生嘛有交代讲，因为倒位来，后来为倒位去。毋过阿将这个角色就亲像仙女下凡来到人世间，伊的身世条件亲像无交代所以我就想讲，咧请教这个。无交代伊诶身世，敢有啥物特别的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甲拄则已经讲过，就是阿将即个名，为啥毋是迄春娇阿美迄款，咱常常听到迄种菜市仔名，为啥物互伊即个特别的名叫阿将？这是第一个。因为我写诶人拢毋是现代人，拢是日本时代拄过遐迄个时代人，所以嘛有即台湾籍嘛有日本式诶。人咧称呼的名有无？当然伊都有汉语名，就是我写小说无咧讲汉语名。你讲阿美内迄拢有啦，但是我要写要刻这个字母，我感觉阿将这个声较
这个音色较刚亮啦。酱是日本名就对啊。我毋知咧，我叫也金哩。伊咧，我毕竟咱时代爱新娘啊吼，啊，你问是讲互迄个布帘罩咧有无？伊新娘房弄一个布帘罩咧有无吼？啊，我若手甲箍一个，啊，伊就摕藤啊，这个人要出来摕藤啊，互我安尼。你那时代我记住诶。较早收指甲生意敢好，敢有足济查某人会去收指甲？我毋知，我试过诶。哦，因为较早做事诶查某人要收指甲可能有限吼。可能即摆新娘秘书安尼啦。哦，要做新娘哦，特殊诶场合诶时阵啊。计错才有诶啦，啊毋知讲补彩啊，互人落地定有无？你用地定还是讲要计算毋才有？啊，我有一个问题，我即摆也毋知啦。哦，迄个时阵真假也无证明啊，毋知安怎通知啊讲诶啦。这个问题我即摆还未解决。反正做对人嘛无人知啊，明仔知因兜就倒。是阿蒋，我感觉伊就亲像前路来到人世间，啊，伊体会过爱情，佮失去爱情，啊，最后嫁互阿勇，就留伫凡间。啊，这规个过程，咱拢是听即个还未读国校诶查甫囡仔讲诶。我感觉这5、6岁囡仔应该也毋捌世事，啊，毋过即个广告诶囡仔加减有捌一点仔查某感情诶心思。所以我想要请教讲，是毋是以前诶囡仔较早熟、较早捌代志？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这囡仔伫耍蛋家伙啊，大人擦指甲油，啊，人先甲即个过程写甲真油，啊，人先哪会知影这查某囡仔佚佗物？因为办高会啊，拢会办装新娘啊，较早咧囡仔办高会啊有无？囝咧甲新娘装新娘啊。啊，查甫囡仔嘛会斗阵耍是无？啊，这耍咱嘛差不多要做伙耍啊。应该是哦，都会耍。啊，耍家咱嘛几啊，手啊卡6个门嘛要耍啊。啊，就甲其他人查某囡仔叫来讲来，我来甲装做新娘，安尼有用花草界对花管哦，你个头发变有无？啊，有安怎拢甲打扮就对啦。啊，有就负责甲插针到位啊。我囡仔时啊，就是无走去咧搬，拢无法做落。我上怨叹的就是我无阿姐啦，人反有阿姐都要带小弟，我无，我大囝安尼，有小妹小弟拢我带大汉的，拢我爱我带的。所以我感觉起来，就是虽然有培养这种敢若查某人的这种母性的这种气质出来，所以我才写甲遮有路的。我感觉我的灵魂是女性，我的灵魂是女性。哦，我嘛感觉，身体是男性，灵魂是女性。其实写作的收入，互人有这种想法感上是有影。好，感谢明人生呢，也有咱今仔日的随书台语社读册盘精彩交流。最后，咱请国立成功大学台文系教授陈木真老师，对文学的角度来分享伊对今仔日这篇故事《真假花》的见解。真假花这篇故事有几个特色。第一是头前讲到家庭遐的台语的腔口，虽然这个毋是这篇文章的重点，作者嘛有讲到讲这个毋是重点，但是因为咱知影拍远的故事，伊起头拢是为现代社会的某一个事件开始，然后进入到50年代的背景，为第一人称我的角度来讲，所以头前拢有一个现代的故事来吸引读者探落去。但是伫真假花遮真特别，伊头前的故事咧嘛带住即个台语的特色，就是家庭遐，咱知影即个甲伊讲甲关庙腔共款，就是因的词会讲诗佮有因的即个话尾拢会有一个搭。这个咱伫进前陈瑞生的作品嘛有看到安尼的书写，这是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是真假花内底即个主角叫做阿蒋伊的描写是一个真特别的，就是伫其他的文本较少看到，伊会使讲是一个职业女性的描写，因为伊是一个现代咱讲的甲人
就是美容师吼，就是甲人修指甲，甲人甲伊指甲修甲真整齐、真水，佮会擦指甲油，安尼个角色安尼角色伫现代已经无存在，但是因是过去50年代、60年代无共个砖头之间真重要的一个角色。伫查某囡仔爱水的年岁若是有一点困难的时阵，会透过即个修指甲的人吼来甲因打扮甲因装塔。所以阿酱就是一个安尼的角色，伫内底咱真难得会当去看到阿酱即种角色，伊咧修指甲的即个过程，佮有伊是用啥物款的色水伫擦指甲，因用的拢是足天然的食物，比如讲即个红菇粿的红番仔米，准指甲油，拢毋是现代的即种化学的物件，早期拢是用天然的在地的遮的食物花草来做指甲油，所以伫遮咧，咱拄看的时阵会感觉阿酱伊的人生真顺遂，就是伊做家己喜意的修指甲的工课，后来咧伊嘛有一个真好的婚姻，虽然有拄着一个喜意伊的少年家叫做勇但是伊无选择即个勇伊是选择一个较斯文伫上班伫食头路的一个查甫囡仔，尾嘛有寒定嘛已经确定即个婚姻。总是咧真无彩，就是伫故事的后壁的时阵，即个阿酱要嫁的即个新囝婿，煞骑乌多摆伫家人甲一台即个货车相弄，所以总过身去。伫后壁咱就看到传统的即个信仰的一个表现，就是阿酱伊就想要用未亡人的即个身份来送即个无缘的翁婿，但是对方就是翁婿的爸母无要互伊送，因为感觉讲可能伊的命伤硬，去克着即个因后生。但是伫遮虽然咱即马看是一个迷信的讲法，但是作者互伊有一个正面的解说，就是讲因无安尼做的原因是希望莫去连累着即个也未进门的好姑娘的忠心，互即个阿酱佮有重新找到伊的婚姻的机会，所以伫遮咱会当看到传统的社会，因虽然有一个迷信的观念，对命运的重视，但是因嘛有一个正面的解说，因嘛去考虑到即个女性伊未来后半世人的幸福，所以因会有一个解说，即个解说来影响因的行为，无爱互伊去送即个后生，因为无爱耽误伊的前途。所以咱看到这嘛是传统社会的智慧伫内底。故事的最后，就是阿酱伊就嫁互即个勇就是一开始追求伊的即个伫遮咱就留了一个线索伫后一篇的文本内底，这嘛是拍远的故事一个心声的所在，看起来是单独的一篇，但是互相阁是一个有机的连结，所以咱就爱伫后壁的故事阁来看到阿酱的发展。暖暖十门溪，咱来故事串万地。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暖暖十门溪》。今仔日这篇真教会内面有讲到三着顶八卦，也佫有做人这几句台语词。所以来咱邀请台语专家、前广册学会理事长萧凌春老师来解说这两句语词的意思。扫着顶八卦，这个扫着顶八卦，这个看到就介意顶八卦就是讲顶北甲下北拄倒边，顶北就是健康。伊摕来譬如做互吸引，而且介意着某人还是某代志。后来
人的作品袂少的日语。阮这演呢，我从细汉嘛是常常听到日语，奥多拜啦、拉里奥啦，这个拉姆内啦，这拢是对日语来。我国校毕业去学师啊，就是去修理奥多拜。做人无共，做人，阮查某囝已经做人，就是答应要嫁人。若做人，就是讲伊做人都袂歹。这首《故乡的田园》是陈明仁作词，纪晓玲作曲演唱。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客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感谢陈明仁、萧凌春、陈芳辉、陈木真、吴希美担任节目顾问，杨文言、丁凤珍担任节目来宾。台文博览会、瑞士老台语、古草台语社三个读册会合作节目制播，专门客电台配音团队甲第5届台语广播配音演习名学员参加广播剧配音，襄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后一集咱要播送的故事是《牵红姨》，欢迎准时收听。敢要照到阮？